请备办生准备咱今日的礼拜。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了你，我咬我的时要安尼学了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饱足，亲像食骨脆油腻。我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了你。三甲来因圣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63首。第163首，听堂圣神，阮欢迎你，请起立。
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说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对圣神大胎。我离遐出世。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阿罪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上通随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请坐。咱甲来教读启应文第49篇，第一圣诗后面1089面。启应文第49篇就是以赛亚第55章。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未食得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袂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为唱歌迎接。以前有刺激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三甲同心来祈祷。主爱里面的天父，阮感谢俄罗你。主爱主，你是阮的快乐，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也是阮伫苦难中得胜的所在。你是看顾赤脚的主，你也必然时时看顾阮。你是阮永远的照伴甲倚靠。今日阮要搁一摆用圣餐来孝念主，感谢主透过圣餐甲阮订立新的约。主你的受难顶十字架，流出宝血，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得到新的生命。今仔我的不再是幽怨的阮，是基督伫阮内面我的。当阮甲主耶稣同坐道的时，求主赐互阮内心有
良心正直的人，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款式，诚做主你所喜爱。主啊，最近台湾疫情愈来愈严重，有侪人确诊，求主来医治人民，也求主伫即段时间帮助阮的身体甲心灵无受到疫情的搅扰，互阮更加较无力，伫较无清群主中，专心听候主，听主你的声，互阮会当领受圣神新的充满。主啊，我若要为着美国最近连续发生的枪击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人甲家庭来祈祷。阮迫切祈求主的平安甲安慰，甲因三个弟弟。阮确信疼一定会当赢过暴力，因为伫疼内底，阮就无惊吓。愿主来平安、喜乐、甲疼，充满阮教会每一个家庭。教会中有身体欠安的，求主来医治，来安慰因的心。阮也真毋甘蔡丽丽姊妹甲周条河兄弟望主温重，求主的神亲自安慰扶持因的遗族。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圣歌队要来学了，因所要献的诗歌是稳定的声调。
感谢圣歌队的学乐，三个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第18节。来去汉日本新约圣经第124面。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到18节。恁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各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未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相甲大，阁要踮伫恁。我无要放恁做无爸囝，我来就近恁。圣经读到这，这条要请张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圣神保惠师。咱搁再一摆三脚来感谢，天父，阮感谢你，伫2000元以前，你降落圣神互你的教会因安尼来徛起。主，阮恳求你，伫今仔日阮的教会搁较需要你圣神来充满阮，来点着阮心内迄个更新迄个福音的火。主，阮恳求你的圣神来引带阮，互阮伫你的圣神下面，互阮的教会哪来哪勇壮。主，得救的人每一天拢加添伫阮的教会中间。主，阮即时也恳求你圣神来引带阮进入你的真理的内底，互圣神保惠师伫阮的身躯边来引带阮。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我要用这段的经文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富人甲伊的朋友讲，阮翁死了后啥物拢无，甲留3000万互我。哇！伊个朋友听了我足心酸的，讲3000万安尼敢无够开？这个富人呢吐一气，伊讲阮翁留互我迄个3000万，第1000万。叫我1000万爱照顾好囡仔，第2000万是啥？爱友好我的爸母。第三个1000万，千万袂使改嫁。所以咱知影，这个富人人因翁呢，伊要离开进前，放落互这个富人人是啥？真重的重担。这是3000万。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的经文是伫约翰福音内底真出名的，叫做临别的一个讲论啦。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甲17章，伫主耶稣要被钉死伫十字架之前，对伊门徒所讲济的这个安排、劝勉甲命令。这个耶稣。毋是亲像他拄迄个富人人因翁，伊要离开的时阵，放落来重担互伊的即个学生是安那？伫伊无伫咧，伊要离开的时阵，伊知伊的学生会拄着一艰难的代志，所以伊讲安那？伊离开了后，伊要找圣神保惠师，甲因三个弟弟来接续伊伫地上的工作，要来帮助伊。对今仔日的经文我有3点要来甲大家分享。第一，圣神互咱袂变成一个孤儿啦。这个18节伊讲，我无要放恁做无爸的囝，无爸囝华语讲孤儿吼。我来就近你。咱知一个孤儿汉日本翻做无爸的囝。一个孤儿，就是讲，伊即个甲伊挚爱的老爸迄个关系，三隔离。所以因为三隔离，伊亲像一直无法度领受对老爸遐来的疼。一个孤儿无产业，他继承啦。
但是天顶的这个天父上帝是咱的老爸来讲，上帝要互咱的这个生命内底迄个喜乐、迄个丰盛、迄个平安，甲永远的活命，这个产业甲孤儿一寡关系都拢无啦。伊无法度甲家己的家族来结连，这个孤儿伊会常常感觉孤单、绝望，甲伊安那心真侪迄个悲白，伊无法度得到安息啦。所以伊爱不断来敲找家己啊，伊不断用即个外口的遮的事物来安那弥补伊内心迄个空虚啦。所以咱看到即个孤儿，我头头所讲的即孤儿遮的即个状况，是毋是咱现代人足侪人嘛是安尼？咱即阵的人安那得袂到安息，定定感觉足孤单。虽然手机内底资讯足侪，毋过安那定定感觉迄个甲人的距离哪来哪远，甲人的关系哪来哪远。所以咱咧找足侪代志来弥补，来即个咱内心的迄个空虚。咱咧找一个安全感啦。所以咱拼死趁钱，咱就家己做无用的，咱拼死来掠迄个权力啊，来追求迄个权力。所以即阵包括基督徒有真侪，拢是一个亲像孤儿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即款的耶稣要离开进前，伊真担心伊的即个学生会成做孤儿。相反，耶稣基督即时嘛非常担心，坐伫咱遮的兄弟姊妹，咱有迄个孤儿的即个状况伫咱的心内底。所以伊接续讲16节，耶稣讲：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踮啦。耶稣讲伊要求另外一个保惠师，有两个保惠师，一个保惠师是啥物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家己。第二个咧，就是伊要求爸来赐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圣神啦。圣神这位保惠师呢，我讲。伊是耶稣甲伊的军队者甲伊的学生，若像一个粘合剂共款。我想咱安尼讲，就是讲耶稣已经无伫即个世间啦，已经离开因去甲天顶的爸的正边，圣神保惠师，伊会甲咱的即阵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的过去、现在甲未来安尼甲搭做伙。所以这是圣神的一个工作。加利文被称作是一个圣神的神学家。伊捌问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伊讲耶稣基督已经无伫这个地上啊，咱要安怎来领受天父上帝赏赐互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句话是啥物意思？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已经去到伫天顶的耶稣基督无伫即个地上啊，咱要安怎？无耶稣基督啊，咱要安怎领受即个上帝要互咱的恩典，要互咱的即个丰盛的生命，要互咱平安，要互咱永远的活命咧？耶稣基督已经来救赎咱啊，咱已经去到伫天顶，咱要安怎来过一个？这个下面的一个生活咧，加利文讲，大圣咱必须了解，假有基督，若是基督继续伫咱生命的外面，咱甲伊一寡关系都无。安尼，伊为着人类顶十字架所承受的这个苦难，甲伊为着咱人类所做一切代志，拢是空空，拢一寡价值都无。加利文讲这句话真严厉啦！伊讲耶稣伊为救赎人类所承受迄个十字架的苦难，甲伊所做一切，拢是空空，对咱拢一寡价值都无。除非咱发生甲拿撒勒耶稣身上的生、甲死、甲国活的代志，有一个结连。
对咱甲遮个代志有结连、参与甲结合。即句话是啥物意思？耶稣，咱若要甲伊结合，耶稣是2000多年的耶稣，伊道成肉体是2000多年的代志，伊定死是十字架2000多年的代志，伊国外是2000多年的代志，甲咱一寡关系都无。这就是即阵少年人因的信仰上欠缺。过去的代志是历史，耶稣钉十字架关我什么事？所以迄个体验无法度进到家己的心内底啦。所以咧，加里文佮讲哦，圣神是一个结连，基督照着伊真有效率，甲伊家己甲即个伊家己来结合做伙。这是安那？耶稣已经就天，咱照着圣神。咱甲耶稣2000多年前的耶稣，即个道成肉体，定十字架，过法，佮甲伊结连起来。即句话就是安尼。所以圣神伫咱内底扮演足重要的一个角色。若无圣神，耶稣继续甲咱无关系；若无圣神，未来永远的活命甲咱无关系；若无圣神，耶稣的医治要赐予咱丰盛的生命。甲咱一寡都拢无关系，这是加里文所讲的。第二，圣神保惠师的一个意义，耶稣称圣神做 Parakletos。这个希腊文哦，这个希腊文，咱中文甲翻做保惠师啦。其实吼，这无法度完全，中文无法度完全来表示伊的意思啦。吼，像啊，这个希腊文。伊有2个字来组成的吼，第一个字叫做“帕拉”，就是同行，有一个人伫边啊，甲你三甲同行，甲你同在伫你的边啊，吼，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Kletos”， 就是伊即个人哦是去用呼调来，想叫来，两个甲做伙，就是去用叫来伫你的身躯边，这叫。圣神保惠师，这叫保惠师啦，哦，这个保惠师。所以咧，咱看到伫古早的法庭内底啊，伊咧审问的时阵，伊有当时会传调这个证人来出庭来作证，这个证人就叫做保惠师，就是希腊文这个字。所以咧，这个字哦，被翻做被去用呼调来做证的人，到尾一直延伸哦，就是讲，当人有困难的时阵，这个人就呼调来，伫伊身躯边来帮助伊，来安慰伊，来劝勉伊，所以这就叫做保惠师，这都是原文的意思。咱真侪时阵，咱想到圣神的工作，咱想到这个使徒行传，咱想到哥林多前书的圣神的描述。伫即个使徒行传内底，每一遍圣神啊出现的时阵，断啊，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伫即个哥林多前书的时阵，圣神定定甲即个圣神的文士讲方言啊，然后行即个新约技术来拍做伙。不过伫约翰福音内底，咱看到圣神保惠师啊那，我感觉。伊个较亲像，我拢甲一个比喻啦吼，咱赛车的人拢知哦，咱车顶有一个啥物导航有无？卫星导航。这个圣神保惠师较像是这个导航汽车导航。我想来安尼讲，咱赛车的人拢知，咱要去到一个所在，咱设定伊的这个啥地址啊目的地了后，可以足准确的这个地址，然后呢？导航拍开的时阵，伊会甲你讲100公尺了后，你安那右转，啊，然后呢，啊头前有测速器，啊驶较慢咧，吼有无？吼啊个安那头前有崩坑，有这个山洞，啊你爱安那开大灯，伊就伫你的身躯边，一直甲你讲，一直甲你讲，一直甲你提醒。然后呢，咱有阵时啊吼，咱想讲啊，迄看袂清楚，就安尼。错过伊安那，无照伊的这个规划，这个路线来行的时阵，伊会甲你骂无？导航会甲你骂无？袂啦，
伊叫你前方400公尺回转安尼尔吼。伊那就甲你讲哦，不要紧，不要紧，那我佮陪你继续行，咱只要行到头前，啊那，咱佮回头，安尼就好啊。所以圣神就参像即个导航共款，伫咱基督徒咱一生的旅程的内底，伊伫咱的边啊，一直甲咱提醒。哦，你今日袂使做即个代志哦，这是违背圣经的，安尼是为即个上帝无欢喜的哦。啊，头前你会拄着啥物代志？啊，你已经做毋着代志啊，咱呐回转过来，是毋是？圣神就是扮演伫咱的即个生命当中，那就一个导航器啦。伊袂强迫你，伊袂讲啊，你已经行毋对啊，不要紧，我来接管你的方向盘，我来替你驶，会安尼无？袂。所以即个咱看到，即个咱的人生的内底，咱爱有圣神来做咱的导航，来做咱的导航。这个圣神一直伫咱的身躯边，一直甲你提醒，一直甲你提醒，一直到咱达到目的为止啦。已经去到咱要去的所在。所以圣神伫约翰福音的圣神，我感觉较像这个卫星导航、汽车的导航。再来第三，圣神保惠师要带来的祝福。因为时间关系，我提2点来甲大家分享。第一个，要得到安慰，带来属天的一个平安。啊，你认为这3年来，咱有一个，互一个看袂到的病毒，甲全世界母甲东倒西歪。咱规个世界生活方式，咱的生活环境，因为一粒看袂到的病毒。造成这个世界真大的一个灾难，才说咱对这个世界的经济，我想咱全世界拢爱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嘛无法度弥补这边疫情所损失的。不过这无奇怪，因为圣经已经早就甲咱讲，这个末后的日子有这个瘟疫，有战争，有饥荒啊。这灾难一件接一件来，一项比一项搁较大。到底平安伫倒位啦？耶稣基督已经就天啊，伊已经无伫这个世界啊。平安伫倒位啊？咱也无伫上帝的十个的下面，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下面，因讲无一个人有法度平安。不过主耶稣有应允。当伊离开这个学生因为会产生真济的无奈，伊面对明仔载，伊毋知影要安怎样的时阵，伊讲啥？我离开，你免烦恼，我要找见圣神保惠师来甲恁的中间，永远甲你伫地。所以。14章的27节，伊讲啥？伊讲我用平安留地互你，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你。我地互恁呢，毋是亲像世间地互人的款，恁的心无伫背叛，也无伫惊害。恁这学生3年来教我主耶稣基督，恁若有得到迄个平安。当我离开的时阵，圣神保惠师要接续，要赐予恁这个属天的平安。再来，用来晓得真理，行伫上帝的道路的面顶。17节伊讲，这个圣神就是真理的神，世间所接纳的，因为无看见伊，阁毋捌伊，独恁捌伊。因为伊甲恁三甲大，阁要伫恁。主耶稣讲家己就是真理，所以接续伊的工作的保惠师，同款嘛是一个真理的神啊。所以保惠师虽然伫遮爱注意的是，保惠师虽然是从车肯来甲你的身躯边来帮衬咱，但是。保惠师的帮助，毋是照咱个人的意思，是照着啥真理的神的意思。
所以是照着真理来帮助咱，伊毋是照咱的心意来帮助。咱定定毋茫讲啊！你互我较侪钱的，你互我安那搁较侪的权力，你互我搁较侪足侪的物件。但是圣神保惠师照着真理，伊认为这无应该互你的，伊共款袂互你，共款袂成就。这都是咱爱特别注意的。其实伫咱信主迄时，圣神已经住伫咱内底啊。咱是毋是感觉讲有当时咱要去做一项代志的时阵，咱安尼心内感觉讲，圣经那就讲这袂使做。伫主日学老师甲我讲过，上帝无欢喜我做这项代志，啊是咱听到兄弟姊妹甲咱劝讲毋通安尼做，所以咱会对啥？咱会对咱的这个所要做的这个罪，啊为着伊用审判来指正这个世界。这就是圣神保惠师会互咱对这个罪，对咱所要做的代志会敏感。咱会听到，那像导航佮甲咱讲，啊啦，前方回转，你经行唔对路，所以你爱个回转。所以咱常常会听到圣神甲咱讲这话，是为着要互咱安那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行伫上帝的道路的内底啊。所以咱看到约翰福音，互咱看到圣神保惠师是咱基督徒人生生命的一个导航。咱甲上帝中间都有安那一个连结。咱有当时咱甲上帝连结，那亲像一条绳仔共款。咱人生的这个路程的内底，咱常常啦，感觉讲我比迄个导航搁较巧，我袂照伊的意思去做，我要行家己的路。咱人生是毋是常常安尼？咱甲上帝中间迄条线嘛是共款。上帝，我袂互你牵咧，我袂互你绑掉咧，我要行家己的路，安那？迄条绳啊，呐，加长，加长，咱有甲上帝怎离开吗？永远无关系吗？毋是的，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安那做人主的，足听咱的，甲这个绳仔的两边，搁甲扣瓦来，甲拍割，甲拍割，然后呢，咱的人生甲拍这个割尔尔吗？甲加一遍尔吗？毋是，咱常常安那。第二遍我阁袂甲你，袂受你控制，阁加主耶稣安那，阁两边阁扣我阁绑。咱的人生就是甲主上帝就是关系，就是安尼，咱一直咧加，啊上帝一直安那，伊甲扣我来咧甲绑，绑掉咧。所以咱看到，咱回头来看咱人生的路途啊。检查咱的这个生命的迄条线，充满到真济角啦，迄个角，咱安怎来看这个角？咱应该看做是咱人生当中的一个伤痕，一个黑暗的过去。不过照着这个角，你嘛能看到，主耶稣是遐尼疼咱。咱逐一遍来甲加长的时阵，伊都安那足有耐心的。都甲扣下来甲拍割，所以每一个角，咱能看做是主耶稣疼咱的一个记号啦。所以咱人生有这个角，咱能照着圣神保惠师，咱能看到上帝的疼，拢无来离开咱。上帝的疼永远安那，你一条绳啊，搁甲咱牵掉咧，互咱的生命甲伊安那。用来连结做伙啦，咱即个线甲上帝的即个加条搁拍割，加条搁拍割，即个角啊愈来愈侪的时阵，迄条绳啊就安那拿来拿去，代表啥？照着这个拍割，咱甲上帝的距离拿来拿亲密，咱有安尼无？所以圣神保惠师定定安那，定定咧引带咱头前的路，所以。
咱每一个基督徒，咱心内拢有圣神保惠师，甲咱三甲做伙。咱爱安那明白上帝的真理，咱爱安那顺服伫伊的教导的内底，伊的指示的内底，伊的安慰。我相信，咱若顺服伫圣神保惠师，咱甲上帝的关系，就若参照迄条说话共款，会哪来甲上帝哪来哪我，咱会行伫上帝欢喜的道路面顶，即个圣神保惠师，伊要安怎一路带咱到天家？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感谢你，当你上天的时阵，你赐来差遣圣神保惠师来教阮三甲伫地，来引带阮面对即个混乱的世界。因为圣神保惠师真做阮的帮站，互阮有勇气来行阮人生的每一个脚步。虽然会打错，但是阮相信，主你听阮，你也要借着圣神保惠师来引带阮来悔改。主阮今仔日，阮连咪也要透过圣餐，甲你三甲来坐倒。恳求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做工，互阮的性命透过圣餐，透过圣神，搁来一摆，甲主耶稣顶十字架，国外性命，搁甲一遍三甲来结连。主，阮感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继续，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咱来吟圣诗，圣诗366首，咱一日吟就好。咱来吟第1节、第2节。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欢乐属伫伊的教会的陪餐的，大家来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姊妹，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无担重担的，着就讲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捌对主受，也捌传予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伫耶稣基督的名，咱照着伊的模样，咱大声来感谢。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赦免我，也圣别摆列伫你面前这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为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的当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那请何西的长老来甲头前。有啥物人也未摕到，请举手，互服侍的长老阿用甲饼放到你的手中。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三角来领受。对啊，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见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见啊，恁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搁再一摆三角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搁互阮明白
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再一摆来献上家己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来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以后会通来应光你，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念366首第3节。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戴仁宽执事甲陈波西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来引奉献的诗。请坐。这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后，请大家互相来请安。第三点，下礼拜日6月12号，为着明志教会建堂的募款，季平方牧师将要前来讲道请安。第四点，为着要编印第3季事工表，请各团契在6月22号进前将活动安排交予办公室。第五点，请为着南加州关怀受难者子女教育基金来奉献。咱在美国尔曼台湾基督教会发生的枪击事件内底。郑达志医师因为疼兄弟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所以总会特别设立
南加州关怀受难者子女教育基金大小会专户，收到的钱拢会全数交予这个受难者的家属。请兄弟继续为着俄曼的教会来祈祷，用祈祷来陪伴因行头前的路。第五点，长青乐活班、智慧手机班、甲烘焙班，本来6月份的课程都要暂停。遗体关怀，蔡丽丽姊妹过别礼拜要伫本礼拜3、6月8号上午10点伫礼宾至善一厅来举行，请为着遗族来代祷，求主的神亲自来安慰。第二，周条好声伫6月2号安息主怀，享年90岁，请为着遗族来代祷，也求主的神亲自来安慰甲扶持。告诫消息，王光阳牧师伫6月18号下午2点伫三重埔的教会要举行追思的告别礼拜。愿主的神来亲自安慰。代祷事项，请大家继续为着美国俄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受到这个枪击事件中受伤的兄弟，甲郑达志医生的家属，以及俄曼全教会兄弟来代祷甲奉献，透过圣神的安慰。求主亲自来医治甲看顾。第二点，为着近来台湾疫情不断的猖獗起来，以及确诊的兄弟，请大家来代祷，求主来怜悯医治。好，三个来吟圣诗第399首。圣诗399首，愿上主大能爱，请起立。甲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认证，大家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现在热岛闭会。